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祈求及孤独园，以大比丘众1250人俱。尔时世尊实时早已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。于其城中厝地乞已，还至本厝。饭时吉，收衣钵，洗足已，趺坐离座。时中老须菩提在大众中一将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侧着地，合掌恭敬，礼白佛言：希有世尊！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须菩提，如你所说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如今谛听，当为如说。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世尊愿要欲闻。《金刚经》全篇就是解说这句：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须菩提问题：有人发心的时，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祖的回答：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住在倒位，正心正念，无违法等级的正心正念。降伏什么心？非正心，非正念。《金刚经》的每一句，若读袂通的时，试看来和佛祖的这句回答来比对。如何住？有人骂我正心正念，有人拍我正心正念，有人刣我嘛是正心正念。骂、拍、刣，迄是外在，并毋是我所住的心。安尼看到高丽王挂杂司机的故事，是毋是特别感觉奇怪啊？佛告须菩提：诸菩萨摩诃萨，应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死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相，若无相，若非有相，非无相。我皆令入无余涅盘离灭度智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依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衣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有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无？好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无？好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复如是，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须菩提，有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无？好也，世尊。
不可以身上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，将具生实性无？佛告须菩提：莫作是说。如来灭后500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以此将具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。当知是人，不治一佛、二佛、三世、五佛、二种现根，以至无量千万佛所种诸现根闻是将具，乃至一念生正信者。须菩提，如来实知实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即为着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以是义故，如来定说：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，如法有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须菩提，有意云何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如来有所说法耶？须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说义，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亦无有定法，如来可说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现象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须菩提，有意云何？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能为多无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。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复有人以此经中受持，乃至四骨骼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胜彼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须菩提，有意云何？须陀洹能作是念：我得须陀洹果无？须菩提言：吼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须陀洹名为入流，离无所入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须菩提，有意云何？须陀洹能作是念：我得须陀洹果无？须菩提言：吼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须陀洹名一往来，离实无往来，是名须陀洹。须菩提，有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：我得阿那含果无？须菩提言：吼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阿那含名为不来，离实无不来，是故名阿那含。须菩提，有意云何？
阿罗汉，能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无。须菩提言：好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实无有法名阿罗汉。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世尊，佛说我得无争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地狱阿罗汉。世尊，我不作是念，我是地狱阿罗汉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。世尊，即不说须菩提是摇阿兰那行者。伊须菩提实无所行，而名须菩提是摇阿兰那行。佛告须菩提：有意云何？如来实在严定佛所，依法有所得无？好也，世尊，如来在严定佛所，依法是无所得。须菩提，有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无？好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注色生心，不应注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有意云何？是身为大无？须菩提言：甚大，世尊。何以故？佛说非身，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顶恒河，有意云何？是诸恒河沙认为多无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但诸恒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？须菩提，我今实言告汝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宝满面所欢喜沙数3000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无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此经中乃至受持四骨格等，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胜前福德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虽说是经乃至四骨格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皆应供养如佛塔庙，何况有人真能受持托诵？须菩提，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。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奉持？佛告须菩提：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，以是名义，汝当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，有意云何？如来有所说法无？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须菩提，有意云何？3000大千世界所有微尘，是为多无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诸微尘，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须菩提，有意云何？
可以32相见如来无？吼也！世尊，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，是名32相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恒河沙顶生命布施，若复有人以此经中乃至受持四骨骼等，为他人说，祈福甚多。尔时，须菩提闻说是经，深解义趣，涕泪悲切，而白佛言：希有世尊，佛说如是深深经典，我将昔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，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世尊，实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名实相。世尊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为难。若当来世后500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即为第一稀有。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离一切诸相，一名诸佛。佛告须菩提：如是如是。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是人甚为稀有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，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须菩提，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是名忍辱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我实为高丽王挂杂身体，我伫尔时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何以故？我于往昔节节之界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嗔恨。须菩提，又念过去第500世做忍辱仙人，伊弥所说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住色声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生无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即为非住。是故佛说，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须菩提，如来是真义者、实义者、如义者、不空义者、不异义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须菩提，若菩萨身自依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即无所见。若菩萨心不自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须菩提，当来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于此经受持读诵，
即为如来以佛智慧，实知是人，实见是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顶身布施，中日分复以恒河沙顶身布施，后日分亦以恒河沙顶身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。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祈福胜彼，何妨书写受持读诵，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无边功德。如来为法大成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。若有人能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，如来实知是人，实见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，即为何大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要说法者，着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以此经不能听受读诵，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在处处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，当知此处即为是塔，皆应恭敬作礼围绕，以诸花香离散其处。复次，须菩提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此经，若为人轻贱，是人前世罪业应对恶道，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前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无尽期劫，伫严定佛前，得集840,000,000亿那由他诸佛，虚界供养生事，无空过者。若复有人以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，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，我若记说者，hoặc有人闻，心即狂乱，狐疑不信。须菩提，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，果报也不可思议。